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南部地区前阵仔连二大雨，又过连续几啊日大日头，4号时前的极端天气，雨落来的经部暖气无法度吸收养分，部分的果树啊出现掉病状况，造成落来产量只剩3成，互当地果农叫苦连天。果拢无效呀！你看我已经全面拢甲果拢错掉啊！系啊，啊无正常这果是这样是打开始要采收呢。紧我就去收水分，就是对遐叶仔硬倒扭倒，你听过无？水分倒了，比如讲伊长伊要固长的对这叶仔先开扭这水分，啊伊土骹本身就无得去水分，到尾长会翘伊，就落叶。啊，大内区只有偌济树啊，拢变安尼？差不多100丛好占30丛，有种情形啊。3成啊。3成。接到定情立委陈廷辉以及台南市议员吴通良，嘛特别到现场关心果树的状况，并要求农粮署协助台南市农业局以及区公所，针对受灾区域进行全面的清查。啊，落雨啊，水伤过济，啊，拢浸伫水内，啊，然后日头一晒的时阵，伊完全无法度人好承受，无法度吸收，怎变成现主是即个已经树叶拢打起的状况，所以这已经是无法度成长啊！啊，咱看到迄个就是安尼长不大啦吼，长不大的状况，啊，这就是有哪袂大啊，这已经就是无法度人好处理，所以今仔特别拜托农委会、农粮署来了解讲，到底这地方的状况到底是安怎，啊，是毋是有啥物款会当甲因协助的所在？为了找出果树掉病的原因，农粮署嘛伫现场采集土壤，登去分析，希望咱赶紧找出灾损的原因，认定损失的状况，并启动辅导机制，让农民会当安心减少经济损失。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经过将近1个月的考量，因为对香港反送中看到中国对民主自由的限制，加上金钱外交。抢夺台湾的邦交国，予伊更加支持小英，因此决定接下小英台南亚运会总会长。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询问和沉淀以后，那在上个礼拜就有此打算，所以我在最短的时间透过陈秋平议员找了这个地方，在短短的几天里面就把它完成。大家也知道我在做事情，我说就做了。要做了做较紧的，而且做人有感觉，答应了就勇往直前，这是我的个性，也是我的作为。后援会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在陈廷辉的选市长的时候，所有后援会的组织，还有整个的干部各商会、工会职业，对我并不陌生，还有基层的里长，大家都有一定的交情而且也没有散掉，对我来讲应该还可以胜任。议长强调，这阵因为听到台南基层的想法，发现小英总统其实做了真侪代志，不过确实有真侪民众无了解，因此伫亚运总会就印了小英3年来的所有成绩。同时也公布亚运总会3位发言人，包括陈秋平、蔡永全加陈怡丁3位议员。另外嘛，感谢陈秋平议员伫短时间就找到亚运总会办公室，位置就设伫个永康市永大路3段。目前复选的工作嘛陆续准备，唯一的目标就是2020台湾爱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知名饭店上大间的会议厅，现场上百张桌分别由来自40个国家、100多位国际买主，甲台南地区400多间业者进行相继的洽谈，场面热闹壮观。就是我们请贸协大力帮忙来执行这个采购洽谈会，然后是产业聚落，希望说我们比较强项的部分直接邀请买主到台湾来。那在情势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更加努力来拓展我们的外销。这场由国际贸易局主办、外贸协会自行办理的2019南部产业聚落采购大会，是首次移师台南举办，希望牵线台湾企业甲国际买主接触，
拓展在地产业的国际市场。在聚落来办这种采购大会，更具有它的代表性。原因之一，可以让国际的买主深刻的了解到我们聚落的这个特色跟我们的优势所在，这是很重要。而且可以利用这个采购的机会，安排访场，让他们能够亲自来看看这些未来合作的客户里边，到底他们的生产、他们的技术、他们内部的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加深他们的印象跟对台采购的信心，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着眼。出席大会，台南市经发局长郭阿梅表示，台南永宇汽车已经零件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经销制品厂商高达数千间，有着丰富的产业聚落基础。透过这次国际采购的大会，会当协助产业国际化。美洲、欧洲还有亚洲呢，那么40多个国家，超过将近有150个买主呢，那么来到我们台南市呢。给我们台南市这么大的一个机会，我想呢，除了感谢以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些买主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会有得到满满的商机。这次在台南办理的采购大会，是历届买主数量甲商车抢出上侪一届，创下过去台北场甲高雄场的纪录，这也让主办单位有信心定下采购金额达到3亿美金的目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上午邀请教育部体育署甲市府教育局共同会勘咱市中山国中、协进国小甲延平国中等学校，因为这学校操场、跑道甲球场等运动设施，拢已经年久失修。经过议员陈义珍的通报市府，接送中央来争取改善计划。其中中山国中的红土跑道，因为跑道周边的切角破损，造成严重的关节差。加上看台的阶梯破损，拢需要马上改善。至于协进国小，因为跑道老旧，而且个破坑严重。因为咱发现讲，咱这几冬来，其实咱囡仔伫咧运动的部分吼，愈来愈重视，而且咱的体适能嘛，一直咧强调着这个部分。但是咱的 PU 跑道甲咱的体育设施却无来加强，造成咱的囡仔咧走起来的安全度有受到影响。所以经过着校长甲家长会长甲我订正，透过着陈怡珍议员跟我来做报告了吼。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体育署来做一个视察吼，大概来争取我们这个中山国中、协进国小还有延平国中的整个 PU 跑道的一个整建，希望让小孩子在整个运动的空间当中可以更加安全。会勘后，教育部体育署学校体育组长王汉忠嘛当场答应，会补助相关的改善计划，预估3间学校所需要的经费将近2000万。未来陈廷辉立委嘛会追踪进度，让学生有更加完善的校园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这台设立伫昆山科技大学的环保回收系统，是透过太阳能供电，由师生家己所设计安装的，相当难能可贵。启用以后，已经有学生习惯性摕保特瓶来回收，将回收的概念迁入校园，嘛加强师生甲环保产业的连接。我觉得这种装置在校园内可以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这样子非常的方便，很好使。那个回收，然后这样子也不会很耗电，因为它是用太阳能的。然后这样子可以让全台的环保意识可以
更加提升，然后这东西应该要广泛设立才对。除了环保回收系统以外，昆山科技大学嘛整合过去三官学所合作推动相关智慧绿色能源的实验品，打造出一栋实证基地。校方表示，这个基地得到分家南推动中心1140万的补助，嘛是全国唯得到这项补助的私立科技大学，并且真侪实验品都已经落实在生活当中。目前它的目的的话，就是说在于绿能的推广，那可以借由这个中心来做一个推广给学生，让他们学习，知道说，绿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怎么样的新的趋势。我们的隔热啦，我们的太阳能板，然后我们的发电系统，我们的储能系统，都是一个我们推动中心这个实践基地里面的一个 know-how 在，就是它的那个特色所在。全国第一个绿能实证基地伫昆山科技大学启用以后，除了帮助绿能产业的发展、甲人才培育，一般民众嘛当向学校预约参观。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国际生物科技绿能展举办到今已经迈入第9届，每一摆开展拢吸引真侪国内知名的厂商报名参展。另外，伫国际产业专区，今年更受美国、法国、奥地利等6个国家参加，参展的单位嘛是历年来上济，显示出台南国际生物科技绿能展愈来愈受到国际注目。邀请100多家以上的一个厂商。那也设置了400多个摊位，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展场，这一次有国际的一个产业来参展，那总共有14个摊位，那是规模是历届之最了，那这次包含美国、丹麦、法国、印尼、南非。还有澳大利亚等6个国家都有参展。今年市府的主题馆嘛展出产业推动甲辅导的成果，向大众宣传，包括创新、创意、学术研究专区，并且回应中央新南向政策以及再生能源的政策，吸引真侪知名厂商参展。因应最近的太阳能光热国家的政策来讲，它装上光电板了以后，势必厂内一定要使用到电灯。那这个电灯的耗电量可能会达到你所装的光电量的大概1/10。那这是一种变相的又把它给耗能掉，所以我们的光导可以跟光电做非常好的节能。2019年台南国际生机绿能展9日7将伫南芳世贸展览中心盛大开播，现场都来当看到各种生机绿能上新的科技产品。主办单位每下参展的厂商嘛举办就业竞赛，预计将有30间的厂商提供超过700个职缺，欢迎想要找头路或是换工课朋友多多利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